Hello，歡迎大家收睇灣區樓市有一講一，我係 Tony。今日呢，我哋嚟睇一套別墅啊。咁呢套別墅係位於港珠澳後花園之稱嘅江門碧海銀湖啦。咁依家 total 只需要200萬就可以擁有一套大裝修嘅109平方，實用率接近300平方嘅大別墅啦。咁我哋一齊跟住鏡頭，先從高空睇翻成個屋苑嘅周圍環境先，再去睇下實體單位係點樣。我身後嘅就係示範單位啦，109平方嘅。呢度呢，佢又做咗一個前花園同埋側花園嘅。鏡頭過嚟睇下我哋前花園先，都接近有一個12平方嘅前花園啦。佢呢度做咗一個開放式嘅廚房設計。呢邊係側花園，側花園咁開發商嘅示範單位呢，就係做咗有水景嘅，同埋一個大遮陽簾嘅嗰個後花園㗎。嗱，再過嚟睇下我哋嘅餐客廳一體嘅橫廳嘅設計啦，跟住係一個開放式嘅廚房，L 型嘅廚房。呢個一樓嘅餐客廳嘅積數呢，接近已經係超過50平方㗎啦。一樓嘅同樣係做咗一個公衛都算係乾濕分離嘅公衛嘅設計啦。咁入邊係淋浴房，跟住係馬桶位啊，側邊先做翻洗手盆嘅一個設計啦。中間就係上2樓嘅樓梯嘅一個空間啦。跟住一樓亦都做咗個客房嘅客房。其實客房嘅空間咁都唔細㗎啦，都可以放張1.5到1.8床，同樣可以做到3邊落床位啦。一樓啱先講嘅側花園就係呢個板塊啦，側花園啊。一樓後邊呢，亦都預留咗一個洗衣間嘅，同埋我哋晾衫嘅一個區域嘅，接近有5個平方可以擺我哋洗衣機啊，同埋平時嗰啲花花草草啊，或者係平時節假日要清洗嘅物品都可以喺呢度大風大陽光咁去洗自己啲嘢啦。呢個係一樓個區域啦，咁一樓已經係接近咗有超過200方嘅一個積數嘅，呢個係一樓嘅跟住我哋上2樓睇下啦呢個就係示範單位嘅做嘅一個樓梯嘅設計啦，玻璃嘅扶手啊，咁同埋我哋呢個設計上到嚟2樓係做咗2間房嘅，2間房打個洗手間，而且2樓嘅一個朝南嘅主人房係非常之闊落噶啦，同樣係帶一個7字形嘅窗台非常之闊落啦。咁可以過到嚟睇下我哋嘅呢個陽台嘅空間，朝南嘅，睇到我哋嘅湖景啊，非常之舒適，係嘛？呢邊就係側花園啦，側花園睇我哋嘅1樓自己屋苑後下嘅一個景色，呢個係。咁我哋呢啲別墅嘅一個格局呢，大部分都係
連排別墅啦，好似隔離嗰座都係109平方嘅，109平方，實用率就接近270、280平方嘅一棟3層嘅設計啦，1樓、2樓、3樓。咁如果你1樓如果唔係做嗰個泳池啊，或者係溫泉池嘅話，同樣你都可以做2至3個停車位嘅一個設計啊。咁呢個屋苑呢，佢就成片基本都係以別墅嘅格局為主嘅啊。呢個就係我哋2樓啦。2樓係2間房嘅設計，跟住帶一個洗手間嘅。洗手間呢就喺呢個位置啊。洗手間就喺呢個位置，佢可以放低一個細嘅 size 嘅浴缸啊，都係3段式，跟住洗手盤嘅位置喺側邊啦。呢個邊係2樓其中一個房間啦，2樓其中一個房間啊。跟住我哋再上3樓睇下我哋嘅另外一個主人房嘅格局啦啊。成棟樓有3層啦。咁佢呢邊嘅一個負離子嘅含量咧，係每平方厘米啊，接近12000個啊，非常之高㗎。咁每平方厘米係啲啲多就咁細細地嘅係嘛？咁負離子高就代表我哋嘅空氣質素好啊，係嘛？可以緩解我哋嘅部分嘅呼吸道嘅疾病啊，同埋哮喘啊，呢啲都係非常之有好處嘅一個負離子環境。成個片區咧，別墅設計啦。出邊就係俾紅樹林包圍緊嘅一個植物，紅樹林再往外呢，就係我哋嘅海景啦，就係我哋嘅黃茅海啦。可以見到主體基本都完工噶啦，呢邊嘅別墅嘅群啊，呢個就係3樓嘅主人房啦。主人房咁佢就一個大露台嘅設計，加埋呢個可以溫泉入戶嘅。咁佢依家係海洋溫泉。同樣佢都有山泉、有海洋溫泉2種嘅，可以入戶。咁呢個就係示範單位嘅一個大積嘅浴缸，係嘛？你中意做咩設計嘅浴缸就自己揀啦。呢個一個主人房嘅設計啦，3邊6床位，同樣亦都係帶咗洗手間嘅啊。洗手間咁成棟樓就有4個洗手間啦，啊每一層就一個洗手間咁嘅。咁依家咧就200萬 total 就係大裝修咁樣嘅一個匹配。假設如果你想自己裝，你唔要發展商幫你裝修嘅一個風格或者質地嘅話，咁你可以自己裝。咁自己裝嘅價位咧又抵好多喎，160萬就可以毛坯入手呢個109平方，實用率係270平方嘅成棟別墅啦。呢條片今日就介紹到呢度啦。咁如果大家覺得對你一定有幫助嘅話，或者想睇其他屋苑嘅一個實際情況嘅話，咁就歡迎大家喺評論區或者係 WhatsApp Tony 會做到有一講一，將最真實嘅屋苑環境呈現俾大家。今期節目到呢度，拜拜。